来看金门的消息，为了防疫，有真人会收钱买酒精。金门酒厂呢，特别伫这个过年开工后呢，研究防疫酒精，今仔特别停一条生产线来这个装罐啊，并且免费提供给金门的乡亲，一盒2罐300cc 特制酒精，因这个干仔挂顶面有印这个金门高粱的字，这个干仔看个真古锥，有人收准要收藏。 民众早户口名簿到指定的地点排队，原来拢是为着这。这若是干仔罐顶面，也阁有写金门高粱的字样。不过原本是底高粱的酒干仔，即马内面是75度消毒酒精。为了帮忙防疫，金门酒厂特别伫春节开工了后，开始研发防疫酒精，也阁特别停一条生产线来装罐仔，免费提供给金门的民众。这款福利，互外关切的民众拢真欣喜。有人说想要这个当做纪念哦。对对对，通常是不会有人把它销出去，也不行卖。不过因为上特别啦，有民众领到酒精了后，讲唔甘用。舍不得用，所以先收藏起来。是，慢慢用。 但是电公司嘛提醒，这酒精是有可燃性的，若无使用或者是无使用完的，一定要小心收藏。毕竟即马是防疫时期，这物资也是要好好使用，才会当互伊发挥上好的效果。